赶蚊子。以前这个东西在生活上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。槟榔扇用处多，小时候阿婆还会摇着槟榔扇哄人入睡。对潘雪华而言，是有着情感记忆的小物，动了念头想让它变美。那因为在客家庄，然后我做了以后，不断的分享出去之后，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期望，要不要把客家元素带进来？贴花布的这个做工会比较难，失败率很高。但是贴花布的，因为是布加上胶水，所以它很强，要破裂很不容易了。槟榔叶柄常常会卷曲变形，条件要能够剪成扇子已经不容易。像这样的扇子，有些时候一甲地还剪不到10支。然后我会很要求这个，我觉得这是幅度，就像女人的脖子一样。最初潘雪华在扇子上彩绘难度很高，因此想到叠古巴特的功法，槟榔扇因此有了美丽的桐花玄武，还有抢眼的花布。牛奶纸盒，回收再利用，南美做成纸藤，然后来做手工艺品的。然后这个花布呢是办了活动之后，再利用的。然后这个是槟榔树掉下的叶子，所以基本上它整个都是环保的素材。以环保有客家精神，以环保有客家精神，对不对？很环保，对，有客家精神。对。用纸藤绑手把，附带设计钩环更方便。客家老一辈就地取材做出的家用品，现在变得很不一样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逐渐有外地人知道屏东竹田客家庄有美丽的槟榔扇。别的地方没有看到这种东西，好像就只有我们竹田乡，我们六堆地区有看到这个东西。从国小主任退休的潘雪华，因此又当起老师，开始教学，希望从中让人看到客家的生活创意。以环保有客家精神，以环保有客家精神。谢谢宗仪老师。